喺維港口腔，每一封感謝信背後都係一個暖心嘅故事。今日等我哋一齊翻開呢啲信，聽下顧客同醫生之間嘅真誠對話。讓我哋一齊來了解本次感謝信背後嘅醫生陳荷希醫生。擁有20幾年豐富臨床經驗嘅陳醫生，係患者口中值得信賴嘅專家醫生，亦係同事眼中嚴謹謙和嘅前輩。談及佢嘅執業生涯，佢嘅眼神中流露出對口腔醫學嘅無限熱愛與執着。我嘅理念咧，其實好簡單嘅，就係以人為本，精益求精。我哋治療咧，唔單止係嗰隻牙啦，更加係一個有情懷、有需求嘅人。好多患者咧，對睇牙都懷有深深嘅恐懼同埋焦慮啦。我哋首要嘅任務咧，就係建立信任啦，消除佢哋嘅不安。當年選擇深耕種植牙咧，係因為佢係一項真正能夠重塑微笑啦、重啟人生嘅技術。佢唔似活動假牙。種植牙咧，能夠最大程度咁接近天然牙，等患者咧幾乎忘記假牙嘅存在，重獲咀嚼嘅快樂啦，同埋自信嘅笑容。喺呢個過程中極具挑戰性，融合咗外科手術啦、修復學啦、材料學啦同埋美學嘅精髓，需要不斷咁去學習同埋實踐。